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有观众朋友问我讲，甲甲加应该爱安怎分？这两字的发音真像，无常常咧讲台语的人，有时阵会语唔对去。亲像我就有一个台语无啥练登的学生家长，常常甲我讲，我教你讲，是要教我讲啥？嘛有真侪在学写台文的人嘛，常常会语唔对去。会记得我影片拄开始咧做台语字幕的时阵，我嘛常常会语唔对去，三不五时就爱去查字典来确定爱用倒一字才对。所以今仔日我就要来教大家，甲甲加应该爱安怎分？娃娃 TV 讲台语，咱先来看这字甲，这字用英语来讲是 and 甲 with 的意思。咱为伊的字来看，伊是一个人。甲一个合做伙的字，意思就是讲，在用这字的时阵，爱有一个人甲别人合作，两个人有互动。亲像学生来教我学琴，学生来我教，两个人有互动。这个时阵就爱用甲。另外有两项物件的时阵嘛，同款是用甲。亲像我想要食葡萄甲西瓜，两个拢要食。所以这两种物件嘛，会当算是合做伙，就嘛爱用甲。啊，若是加，伊就是独身仔，家己一个毋免甲人合作，家己就会使完成的代志。亲像我甲你讲，虽然嘛是有两个人，毋过另外一个人毋免甲伊有任何的互动，是这个人单方面的讲话。若是要用甲，就爱两个人有来有回。我甲伊讲话，就是两个人拢在讲话。安尼讲，唔知影大家敢有清楚啊？咱来练习一下哦。大家看这句，恁感觉这句应该爱用甲，也是加？我、伊相拍，相拍一定是你拍我，我拍你，两个人有互动嘛。所以这句应该爱用，无唔对，就是人合的甲，我甲伊相拍。刷来这句，大家感觉应该爱用倒一个咧？我、伊、拍、拍、拍、我拍伊无挥手，所以两个人无互动，应该爱用。无唔对，就是加我甲伊拍。过来这句咧，爱用倒一个字啊？阿华。食饱无想要搁食，阿华已经无动作啊。阿明无想要讨债，阿华无食了的阿明客来食，所以阿明是单方面的在做这件代志，客物件来食的这个代志。所以这句应该是无唔对，就是加阿明加到食。咱记遐尼一个啊。刷来这句，大家应该知影爱用倒一个字啊吼！百货公司、夜市啊，明仔载拢无开，两个合作伙同款拢无开，所以是甲百货公司甲夜市啊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学会晓啊吼！后摆若是搁拄着毋知影爱用甲也是加，就是人合甲是合作。有互动的关系，若是单方面做的代志，安尼就是加，安尼有清楚啊吼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就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你们我起赞加分享出去，也别订阅观众朋友，我们就是要订阅的咖啡线动，安尼是上上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们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